所竞选，互因亲近你。踮伫你的院内的即号人有福气，我们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来心愿意足。圣诗85首，无限荣光甲娱乐，无限荣光甲娱乐，拢归救主灵君。和散那歌声响亮，请咱起立吟全首。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之在。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四女玛利亚出世，伊本着彼拉多临来受苦，顶是日过死，埋葬雷母。第三日对世人中国活。上天，他这里全能的父上帝大名，伊要伫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做伙来三角交通启应文，启应文第9篇。我来刻，恁来印。地甲地上的万米，拢属上主。世界甲踮伫遐的万米，嘛拢属伊。伊甲因放伫个大海的顶面，将地基下伫深海。啥人会当入伊的圣殿？啥人会当入伊的圣殿？就是手清气、心纯洁。无拜偶像，无随便救助的人，这款人会受上主祝福。上帝要拯救伊，宣判伊无罪。这款人追求上主，
到雅各的上帝面前来调祭伊。啥门啊，着拍开；永远的门啊，着大开。坐声荣耀的君王要入来。这位荣耀的君王是啥物人？是强过勇的上主。坐声，伊是百战百胜的上主。啥门啊，着拍开；永远的门啊，着大开。坐声，荣耀的君王要入来。这位荣耀的君王是啥物人？是万军的统帅上主。坐声，伊是荣耀的君王。咱做伙压头祈祷。全能永生的上帝，我们学了你的名，你是信实的上主，你对阮的疼痛是遐尼啊深，你不但救赎阮，搁实在常常帮助阮。阮决意要跟对你，虽然会经过痛苦甲死亡的黑暗道路，但是你互阮有够用的恩典。伫今仔日的中秋主日，求你陪伴阮的心，伫遮纪念你听女仔进耶路撒冷即礼拜内，无论是被出卖、受鞭拍、定时日价，为阮受极大的痛苦，阮搁再一届思念你，感谢学了你。主啊，求你看顾阮的心，赦免阮的罪，借着即礼拜圣酒，搁再一届用你的疼来激励阮。复兴阮时常软弱冷淡的生命，主啊，怜悯阮，我们靠着你的扶持甲恩典，搁再坚强徛下来。伫这黑暗的世代，诚做照光黑暗的光，嘛诚做你荣耀的见证。阮安那学了感谢恳求，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消息报告，本会消息。第一点，本主日为总会所定的南神奉献主日，该以差派李信林牧师前来讲道请安，敬请兄姐踊跃为南神教育奉献甲代祷。第二点，本主日为中秋主日，以教会节期已经进入耶稣基督受难周，敬请大家尽量撇开喜庆甲旅游，借着灵修甲主共行苦路。更加体会基督为咱受苦的意义。本主日下午3点，高北开伫迄本会敬拜中心举办高北开联合圣餐礼拜，敬请大家踊跃参加。第三点，后主日3月31日，本会要举行幸福小组副长车派，敬请受车派副长穿正式的服装参加。第四点，2024年本会受难周甲国外节纪念庆祝活动如下，敬请兄姐参与甲代祷。第一小点，3月25至26暗上8点受难周祈祷会，地点伫富堂。第二小点，3月27至28暗上7点30分马文牧师特会，地点主堂。第三小点，3月29暗上8点。受难日特别礼拜，地点主堂。第四小点，3月30日早上6点，宝镜教会联合朝阳礼拜，地点敬拜中心。为着要统计参加的人数，请伫咧本主日前，伫咧2楼的柜台签名。然后登记坐车的长辈，请当天早上5点40分伫教会集合出发。第五小点，3月30日上午10点，庆祝国外节，搁地下室工程完成感恩礼拜，油厂敬中、清风敬中联合，地点主堂。会后会提供便当，为着要统计人数，请伫咧本主日前伫咧柜台签名。当天嘛有完工的剪彩仪式，搁有参观地下室。会后请伫咧富堂前的广场领取便当。第六小点，4月7日星期日上午9点至5点，关会活动，主题主流会救我关会救人。地点教会1楼广场，请关会者早身份证前往排队关会。关会会当得到一份精美的礼物。第5点，
本会定伫个4月14星期日要举办2024年野外马办，地点小垦丁度假村屏东海参馆，费用咱家己来看。门票是包含迄个报名费是包含车资、保险佮门票，还佮有中昼暗顿。若还未满3岁免费。报名到3月31前10台车额满，就要暂时报名。请要报名的人到办公室。若是要坐共一台车的，就爱做伙报名。若分开，就无法度安排。第6点，敬请开车来主日聚会兄弟，将车停伫个油冲国小，敬请配合。具体消息：依上讯，本会王杨秀金姐妹3月19蒙主温调安孝主怀，定伫个3月30上午7点15分，伫市立殡仪馆举行纳棺火化礼拜。上午10点30分，伫本会主堂举行告别礼拜。了后安葬伫个阳光十字园。原主安为遗族，敬请兄弟为遗族代祷。第2点喜讯，恭喜本会谢佩萱姐妹弄瓦之喜，原主祝福。第2点，恭喜本会余立伟、高子环姐妹弄瓦之喜，原主祝福。合作社做学的贷款完全无利息，对今仔日到学会每学期做学的贷款额满额度为止。欢迎读伫个本国政府立案的公私立的学校社员申请。第4点，曾爱玲的关怀协会定伫个3月28上午10点伫副堂举办健康的讲座，主题是长照2.0的人脈甲运用。讲师钟燕慧社工督导，欢迎长辈踊跃参加。告解消息，咱请陈牧师。现在咱伫即个告解消息吼，这是最后报告啊吼。咱32届的阿西亚访岸盛会啊，若有要参加，今日是上落尾的一个主日啊，若要参加，爱去办公室报名吼。啊，毋若有护照影印本爱交，啊，佮交定金8000块啊，甲大家报告。啊，伫咱的报告中间特别爱甲咱啊，佮补充2项。头一个就是咱对今日起是中秋主日啊，教会有提供咱教会公报社出版的即个受难周的灵修的资料啊，咱若逐工会当随着即个灵修的资料啊，读圣经啊，默想，主为着咱行即条啊各摊的道路啊，请咱会当伫期待。过来是咱后礼拜是过活节的主日，啊，过活节的主日，咱教会啊，今年较特别，咱就是有为着咱地下室的工程完成的感恩礼拜，啊，咱会要爱去参观，所以地下室拢会净空吼，拢无人伫遐吼，啊，冷气灯的拍倒，啊，咱这礼拜结束了，咱要伫街骹的广场遐、入口遐，咱一个简单的剪彩启用的即个仪式，啊，所以迄天诶，咱外口吼，无论是机车甲汽车，拜托咱一定爱停伫咱的油厂国小的停车场吼，因为遮咱几啊百人，咱是连下礼拜几啊百人，所以外口咱需要即个空间，要分便当各面，咱拢需要空间，所以请大家吼一定爱配合。过迄边是爱行一条路若是讲较无方便的吼，先伫遮落车才过停吼，拜托大家，多谢。今日嘛有新来来无啦吼，无来宾啦吼，多谢。吼，迄个你若有要来参加，要领出便当，真实的爱登记，因为咱毋是讲哦，那遐麻烦。无都袂使，无咱若加100个吼，迄便当那拄无咯吼，多谢。这是咱来恭守上帝的话，
上帝的话记伫迄马可福音11章第1节到第11节。马可福音第11章第1节到11节，我来读恁来听。因行过耶路撒冷，到橄榄山边的毕法基甲毕大尼的时，耶稣找2个学生，甲因讲：恁去对面的乡舍，已经入去，就要拄到一只驴仔绑伫遐，也袂捌有人骑的，偷开，甲伊牵来。若有人问恁讲，啥事做安尼呢？恁就着讲。主欠用伊，两边要互伊倒来遮，2人就去，拄到一只驴仔伫路林的挖角，绑伫门外，就偷伊。边头徛的人有话讲：恁偷驴仔要啥事？因照耶稣所讲的，甲因讲，遐个人就放互因去。因就牵驴仔就问耶稣，煞用家己的衫披伫迄顶面。耶稣就听伊，有济人用因的衫铺伫路里，嘛有用树枝，就是对园林所找来的。前行后退的叫讲：何塞那！伫主的名内，应该得到儿乐。遐个伫要来的国，就是咱的祖公大必的国，应该得到儿乐啊！伫至悬的位啊，何塞那！耶稣入耶路撒冷，入殿堂。四界看逐项的物，日已经暗，就甲12个学生出去到毕大尼。愿上帝赐福听伊话语的人。儿乐，请上年圣歌队。讲到今仔日的题目是主需要你，我甲伊。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主吼！哦，听咱上年圣歌队念这个主祷文哦，非常的好听，感谢主。咱今日是长寿主日，嘛是咱总会所设台南新人院的奉献主日。感谢主，互咱拢会当关心伫新人院的神学教育，因为新学院就是咧培养伫教会来牧养羊群的工人。感谢上帝。
台南新人医已经应该是超过150档吼，150几档，感谢主吼，153档。咱伫这个主日吼，咱今日有李信林牧师，李信林牧师是咱高雄人吼，咱伊爸爸妈妈较早是高雄新营教会吼，伊阿伯李胜荣长老吼做律师，可能嘛足侪人捌伊。因后来甲陈胜正牧师去即个大顺教会吼开拓，所以伫大顺教会信林牧师吼。伊是真优秀的，上帝所使用的啦，即个牧者，即马伫总会做青年干事，吼，伊也是读即个大博士班，吼，感谢主，欢喜做主的工，今日受台南新人伊册派，吼，伫咱中间来宣讲上帝话，毋望透过伊话，互咱得到造就，毋望咱也会当真正来用。奉献甲带导来托出台南新人与新人教育，咱拍拍欢迎李信林牧师。陈牧师列位兄弟大家平安。非常感谢友昌教会的安排，接纳，互我会使伫遮代表我的母校，上时嘛是建教牧师细准牧师的母校台南新人向大家请安，特别伫中秋主日。咱同心敬拜上帝，嘛通过咱共同伫圣神的内面，咱成做一体来纪念耶稣基督受咱死定时给过我，成做咱每一个人的愿望。嘛感谢咱上联圣歌对通过萧太人所写，萧太人嘛是咱高雄中会盐埕教会出身，通过伊写。主的祈祷文，通过耶稣基督死过我，咱看到主耶稣基督的荣光，真正就亲像主所教是咱伫祷文所讲，这个荣光和这个愿望，嘛通过主定时给赦免咱每一个人的罪，赦免过冤的人。因为上帝通过伊所听，独生圣囝定时过行十字架的路，互咱得到赦免，得到恩典。咱同心来祈祷，主上帝感谢你，互阮伫主日，特别伫今仔日是长寿主日，我们纪念主耶稣你的受难。因为对今仔日开始，是主耶稣你人生内底受苦上艰苦的一个礼拜。恳有主，互阮伫你的面前，行主你当行是一个苦路，嘛通过主耶稣你的死过我顶时个，伫即个过我的愿望内底，互阮充满人生的信心，通过。主，你找见圣神，成做阮的帮助。通过主你的话语，引带阮头前的路。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特别今仔日是台南新学院奉献主日。顶礼拜咱的牧师建教牧师的讲道，培育下伫主用的工人，咱的教会就是培养真济。咱每一个人的教会，我通过咱教会的即个YouTube， 要看到真侪细囝有领取即个助学金，嘛真侪人伫咱的教会得到自由，得到自由和帮助。即个自由是对圣神互咱的即个自由，自由敬拜上帝。但是自由敬拜上帝的时阵，咱爱有人和主同工，所以培养学伫主。的工人，我伫陈牧师所讲的即个，我通过伫线顶的礼拜内底，定心去想，什么会合作下伫主用的工人。伫顶礼拜，陈牧师的讲道内底嘛有引用，对台湾新学院的蔡院
以及对韩国来的金牧师所讲，什么会是好的工人才会条件？我相信咱的教会伫培养咱每一个人，诚做行主同工做伙，行主、行圣神做伙同工的有真好的见证。总是下伫主用的工人是安怎？咱会问一个代志：上帝你遮厉害，你是无所不能，但是你是安怎个爱人甲你同工，也无所有的代志，上帝拢甲咱管好好就好。但是需要，主有需要，因为主欠用伊，就是今仔日伫咱的即个礼拜内面麻烦咱的同工将我是试着主欠用伊，是伫咱今仔日特别伫中秋主日内底的经文所出现的一句话。咱来看咱今日的圣经，伫圣经内底有关着耶稣进入耶路撒冷要来过搬过节伫圣经的内边4个福音书拢有记载，但是小可无共款。但是今仔日牧师用马可福音，因为马可福音的记载内底有伊真特别的所在，咱看到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但是伫橄榄山边去即个边啊，即个庄舍即牵驴耶稣咧讲一句话：恁去对面的庄舍，已经你看到有一个驴摆伫遐。即个驴的翻译是啥物回事？细只驴是即个无解生色的驴通常若是讲无牵过的物件，无用过物件，互一个人用，这代表是啥物回？伫旧约的传统内底，这是代表神圣。但是呢，通常你要用的是已经培养好势，也是讲做成熟的驴但是呢，耶稣是用一只去牵一只驴仔囝，就是较细只，还袂有人起来偷开，甲伊扯来。耶稣就还袂看到即只驴就大声甲伊的门徒讲啥物话？若是有人问恁讲啥事做安尼，你就应讲主欠用伊，连边要互伊转来遐，是怎？耶稣有需要欠用伊，但是会将即只驴连边互伊倒来遐。若是照一寡较现代翻译，就是讲即只驴我甲你招一个，暂时招一个，也是讲会甲你行来遮，但是耶稣是用招的。你若是换做即马吼。耶稣可能是安怎？耶稣可能去借一台啥物话？若是骑U bike，你知？骑U bike，你用悠游卡，即摆30分钟毋免钱啊！但是伊毋是用U bike，因为U bike 有人甲你整理好势，有可能是一台无人骑过，但是看起来说无解下事，破烂烂。耶稣借即款的。所以呢，主安怎欠用伊？主，但是呢，现代大家翻译的主要用伊，华语做主要用它，但是英语叫做 the Lord needs is， 就是讲 the Lord 是啥物货？主需要伊，迄个需要希腊文叫做这真好记啦，和韩国迄个音差不多，做 Korea，高雄有一间。火锅店最近要关吼，伫和平2路，或者可利亚啦，你也该讲，迄就做需要啦。但是后来这演变做一个字，或者咱的积分啦 ，career， 总是就是讲耶稣有需要啦。但是这个需要嘛真特别，咱看到讲耶稣找这两个门徒去，这两个门徒真正去，所以呢后来就是今日咱所看到中秋主日的传统。都有人举中秋旗，咱看到马可福音的第10章的第80到第10节，有侪人佫铺衫啦，摕树枝。但是你会看马可福音树枝那无讲到长秋。中秋4个福音拢有记载耶稣日程，但是有一个福音书强调是中秋，约翰福音。伫约翰福音的内面有讲到中秋，所以传统上用中秋，
主日约翰福音的第12章的第10节，第12节到19节附近啊，你会看到约翰强调是提樟树，这是什么传统？通常提樟树表示是讲领子君王，也是讲真荣耀的人。这内底佫画一个代志，画和山啊，伫主的名应该得到娱乐。伊的国，伊要来的国就是咱的祖公代表的国，应该得到娱乐啊！至高的上帝的位，啥物会？和山啊！但这个代志非常的危险。这个吼，第11章开始，若去看马可福音，开始是耶稣上艰苦的一礼拜。耶稣对开始看儒啊内底就犯着天条大罪。这天条大罪是啥物货？是罗马所上讨厌的代志。第一点，咱看到耶稣要去看儒啊的时阵，伊是讲吼，毋是讲耶稣你甲当作是一个一般人，但是耶稣讲伊是家己是啥物货？是主。主迄字叫做 curious 袂使有白用的，是安怎？这个主吼是皇帝，罗马皇帝还会当用，但是另外一个吼，你会当讲，另外有人咧讲，有一寡老师咧讲吼，这个主或者讲，这只儒的主人要用伊，你会当用主，但是你看，你若是讲吼，是这只儒的主人要用伊，你毋免用，因为主人使用权就会使甲伊，但是耶稣甲伊看去用咧，表示是啥物货？这个主，这是军事的代志，就亲像讲，皇帝有需要，我暂时借这只驴啊，用的甲你行。若是咱吼伫油厂教会边啊，海军基地啦吼，若有一天吼，不幸发生战争，爱互你调船啊，吼什物渔船啊。失败啊也好啦，还是啥物货？需要战术的时阵，暂时甲你调用，这是啥物货？军事的代志。所以伊用主的时阵，第一点犯着啥物货？犯着即个罗马的军队啦。第二点，佫一堆人咧，定定来，佫咧画河山啊！即马是罗马呢？啊，你讲你要建啥物货？定心要建你啥物货？祖公代笔的讲。这若是啥物货？这号做啥物货？这咱咧讲台湾独立啦，因即马是讲互罗马统治吼，以色列要独立建国啦，独立建国是啥嘛？爱抬头大罪啦。所以其实这个代志吼，注定耶稣就是安怎？爱去定时嘅，而且和山那袂使有白话呢。和山那是啥物意思？和山那是啥物货？和山那对希伯来文来啊。你唔通讲吼边仔的人听无，因为这后来吼，而且边仔你去耶路撒冷城边仔的人定定要过搬过一真侪人来遐雕像啦。边仔都有一寡罗马遮的兵啊啦吼，也是讲一寡官员吼，伫遐咧看，这还咱台语的圣经直接还河山啊。但是呢，你若是吼有一个英语的翻译吼，是用啥物货？咱看是只史努比，迄做狐狸，狐狸是啥物？狐狸等于吼日本为万载啊！万载你爱想吼，这有遐恐怖啊！较早吼对宋朝开始，中国宋朝开始万岁袂使啊，五皇万岁万岁啊！你袂使学白话呢。所以这个时阵，人已经甲耶稣当作是啥物货？要来建立台北的国度。要重新讨办吼，所有的人伫即个统治内底吼，成做一个吼光荣的国度吼，也是吼，咱看到迄边仔有中国的人吼，是啥物货？主席，或者学迄款习近平讲主席万岁万岁，哎变成安尼，讲北京语甲讲字安尼，人是安尼，啊是日本吼拍迄个野球吼。赢的时阵，爱甲人安尼，吼，伊拢画啥万载安尼。所以其实是即款的情景啦。所以当耶稣画河山啊，时阵，去耶稣的心内可能真侪矛盾，无对，因认出耶稣是君王。第一点，耶稣真正是君王，
因为你若有机会看今日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的第一句话就是上帝的囝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耶稣是啥物话？马可福音的读者一开始就定位，甲咱讲耶稣是上帝的囝。耶稣佫是啥物话？耶稣是耶稣，但是伊基督，基督是受抹油的拯救者。伊是啥物话？福音，伊是福音。伊是带予咱幸福福音，伫咱教会的主题内底有啥物货？欢喜传福音，幸福做门徒。所以对耶稣的门徒得到福音啥意思？幸福啊！耶稣是安尼的源头啊，总是伫遮的统治者哇！你安尼犯一大天条大罪，你讲你家己是主，用皇帝的名，人佫话你。哇，万岁万岁，好礼吼，等等的，你佫无跳落来讲啊，无啦无啦，即个毋是我，你佫互伊入去。所以耶稣即条路，人认出耶稣的身份，总是向耶稣想的检菜无共款。话如大声和山啊，耶稣如艰苦，因为究竟这是啥物货？向迄个统治者已经产生对抗。但是人的心有需要，伫罗马统治，也是就算讲伫即个情景内底，活了真好，因为罗马真高管，但是因需要是心灵真正得到福音，所以因对耶稣有期待。所以耶稣做一件代志，后来入去耶路撒冷城的时阵，去圣殿看看，天已经暗。伫迄个时阵，天暗大概是咱即马3点到5点迄个时间，天已经暗。耶稣做件真特别的代志，当人咧甲伊欢迎，其实耶稣迄个时阵吼，应当是受真侪人欢迎，总是耶稣怎啊离开迄个圣殿呢？你想看觅吼，耶稣佮走转去迄个伯大尼，伯大尼的意思是啥？无花果的家啦。但伯大尼和伯法基吼，其实连做伙吼，大概和耶路撒冷城3公里左右。咱来想看觅吼，这用咱即马的地理来讲吼，高雄即马上闹热的所在，大概是啥物货？汉神巨蛋，汉神巨蛋和油厂后硬大概3公里啦。就耶稣大概就是伫汉神巨蛋受到足侪人啊欢迎欢迎，但是呢，耶稣搁天差不多暗的时阵离开人群吼，搁走转来油厂后硬。昨仔咱附近就发生这个代志，伫咱边啊捷运坐一站有5月天来啥物货？世运主场馆唱歌无？世运主场唱歌，迄节文搁迄个，哇！迄个站长才会出来唱歌咧，无人定足济啊。但是你若是5月天，你会感觉哦，阮足红的哦，即马大家来听我唱歌吼，真正是欢喜啊。总是耶稣无互这迷惑，伊甘愿头壳，你去圣殿看看，紧离开走去。所以吼，耶稣吼，和你我安尼想的有一寡行为无啥共款。第一点，耶稣吼牵的驴仔是啥物货？无成色，人感觉讲啊，你要牵你嘛牵一只较好看的，那牵一只驴仔囝啊！你要借脚踏车，无上济吼，你至少骑U bike，结果伊骑一台安尼奇奇怪怪，佮伊落链的，啊，佫是内装无啥好。有一个人骑脚踏车会经过咱头前捷运迄条路，对台北。哦，这个人有选过总统，一日北高，伊徛的是袂歹的啦吼。但是耶稣无掠即款来做欢喜。啊，我无讲什么人，恁家己知。第一点，但是呢，耶稣伊讲什么话？耶稣吼，若是无骑驴仔，伊若是君王用行的就好。啊，伊偏偏去借一只驴仔，吼。既然你是王，连驴仔拢无，这是什么王？搁来。耶稣我拄仔讲马可福音第1章第1节，耶稣是基督是君王，啊，这个君王连驴仔拢无，拢爱行接，这是什么王？搁来，
耶稣受到这个欢呼，但是耶稣无受这个群众的影响。其实耶稣迄时讲发枪啊，大家可能暴动吼，产生大革命、军事的革命、建国的革命，就变做以后的一个铜像，甲你写民族救星、民族救星、永怀领袖。耶稣无要做即款的，伊是甚物款哦？无共款，行人想的无共款。搁来。耶稣天色暗的时阵，已经入去耶路撒冷城吼，就已经入去啊！伊个会走出去呢。天色暗，带门徒出去，转去到伯法其、伯大尼，有可能是要行迄只路啊。但是是毋是还有其他的原因？马可福音真趣味，伊记载者看起来拢足平常，但是想的拢足无平常。伊无讲什么原因，咱家己会使去想象耶稣的心情。所以长寿主日引带咱大家定心来到主的面前，求圣神帮助，咱定心来认捌咱所信的主耶稣基督。长寿主日，咱看到这个今仔日用的这个主题，主欠用你，但是其实这个你是你。我甲伊，每一个人伫上帝面前定心承认，咱是有罪行软弱。咱看即张图，有一边是遮个人欢迎耶稣，举张手机欢迎伊，但是过无5天，同款一群人徛在彼得岛的面前，定伊十字架，迎接耶稣是啥个人？后来话要甲耶稣钉十字架，人的心转变有够紧。有一个顶政治人物捌讲过一句话，什么话？什么民意如流水啦？搁有什么话？群众的弟兄但有什么话？但有70，但是这个人会讲伊弟兄157，我无讲什么人。你想看卖？有的人是用利用这，所以这的群众是毋是受到？伊对耶稣有期待，但是耶稣受审判的时阵，耶稣明明无犯罪，但是无一人跳出讲：耶稣无犯罪，你为何要钉伊十字架？颠倒伊讲，甲耶稣钉十字架，求主怜悯咱，包括牧师家己，我有可能是甲耶稣钉十字架的人。伫台下顶，我讲嘴甲全破，但是我的生活内底，我有可能互耶稣流使。主需要你，我承认我家己有罪，有软弱。我领子耶稣入来圣城，但是当着人生的试炼、苦难的时阵，我无法度向耶稣钉十字架，甚至甲耶稣送去十字架，求主怜悯。赦免阮的过有，亲像阮嘛赦免过阮的人。这是咱所信的耶稣。主需要你我家己，定心伫长寿主日，相信咱有罪行软弱，因为咱有罪行软弱，通过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咱得到恩望。咱伫圣信的内面，定心去肯定家己，你是上帝所疼的囝和查某囝。我知影你的犯错毋对，但是耶稣听伊十字架，你迎接我，你来圣城，佮甲我钉十字架，总是我知影你的软弱，我原谅你，甚至替你死，甚至对这内底，阮得到过活的生命。这是今仔日主需要你，主肯定你我，定心伫遮，咱得到医治、帮赞。安慰，因为咱真正是有罪人，真济人伫遐欢迎耶稣，总是甲耶稣钉十字架。伫你我的生命内底，可能有一款时刻，但是伫主内底，咱一切恩望，而且咱得到足大的恩望，因为耶稣会叫我找圣神伫咱的边仔，安慰咱受伤的心，安慰咱赦免。咱每一个人辜负，嘛亲像赦免辜负阮
得罪我的人。耶稣拒绝人互伊的管理，真侪人画河山啊，总是耶稣离开迄个喧哗的城市，来到边仔的庄舍，有可能通过要行迄些路啊，但是定心行文道安静思考，什么会还是上帝要咱做的代志？后来耶稣佮转去到耶路撒冷城时阵所发生的代志是爱去定时间。其实耶稣会当绕跑咧，耶稣会当拒绝。等拄你去耶路撒冷啊，我佮带随文道要行迄只路啊，好啊是安怎？啊是讲耶路撒冷无所在大，我去到伯大尼、伯法去。但是耶稣我就知影讲，我转去稳死的就人甲我画河山啊，我讲我家己是主啊，犯天条大罪，这天条大罪是因为罗马皇帝甲家己当做上帝。耶稣可能安怎？归去阿伯啊，浪港走去别位，总是耶稣无咧。伊搁转去到耶路撒冷的时阵，就注定是一家咯。但是伊拒绝人互伊的政治的管理。其实耶稣迄个时阵，咱调一群人，就举张手机，恁即马甲张手机放落来，德哥斗菜刀，喊我来啥物货？要死，大家死互较好看的。建国英雄啊！耶稣拒绝这款的管理，伊承担苦难。那讲到这个时阵，今仔日是台南新学院的主任，台南新学院的校训，就是用约翰福音第15章讲，毋是我经你，是主经我。但是我有时看这个时阵，拢讲主啊，你想要调我来读新学院？就是要学耶稣，拒绝伫人所看的管理，承担苦难，向主当行实日家路，这就是神学教育，这就是咱顶礼拜陈牧师所提醒培养下地主营的工人，是一条充满艰苦，但是有生命祝福的路。因为耶稣也过死亡，承担苦难，伊有过活。这是咱伫今仔日要领这个受难周的时阵，咱爱会记哩基督神圣的尊严。就算受苦，总是上帝所赐的独生囝基督，伊神圣的尊严，若是用作华语，即马还会用做尊荣啦。尊贵和荣光，我引用一位德国的神父古伦神父，伊写的一本册，叫做《第40天的这个灵修》啦。40天就是伫过偌济进行40天，叫做大灾节期啦，就是用这来纪念耶稣的受苦。内底真重要的，伊讲中秋主日是耶稣的圣日。但是嘛，说明主的苦路和咱苦路的这条目的。耶稣是用圣利日成，但是耶稣的圣利和人的圣利无同款。耶稣的圣利是通过定时嘅诗过我，通过互伊所听的学生出卖，互伊遮的百姓本来欢迎伊，后来化伊定时嘅互人出卖的所有的艰苦所换来胜利。伊死过我，但是毋是人那种想的军事的胜利、政治的胜利、权力的胜利、财富的胜利。耶稣的苦路毋是安尼，总是有尊严。相是即个代志，嘛，互咱每一个人，特别咱在座中间，咱的人生可能拢碰到真济。讲不出来、吐气的艰苦的代志，耶稣知影。通过这条艰苦，也是你即马赢袂过，身体痛痛。我遮努力是安怎？别人咧买台积电，我连电费拢拿袂出来，哪会差遮济？真侪代志讲袂出来，总是耶稣知影即款的心情啦。就是讲苦难
无法度拍碎咱，因为咱进入行耶稣同款信用生命领受圣神的内面，咱赢过即个苦难，互咱伫人所无知影的苦难、艰苦、真孤单的即款的苦痛内底，就算顶时个无法度摕，也是讲咱足艰苦的耶稣同款，基督的荣光尊严，就伫咱的生命内底做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尊严，就当着苦难的时阵，咱犹原有即款的信心，为耶稣赢过死亡。这是长寿主任，互咱足大的愿望。特别若咱人生内底有一寡的代志，拄则牧师讲，我读过大的研究所，其实这互我一个足大的艰苦的代志，我是无讲。我有时仔想讲，耶稣你是安怎无要互我伫大读了？其实我读册，毋是讲抠门少读册济啦，有用一寡时间，但是最后呢写论文的时阵吼，我碰到一寡我家己讲袂出来，一堆册看会遐。其实我看册足紧，写文章也足紧，因为做来新学院进前，对2002年到2012年，我有10年的时间伫教会广播社做记者，所以写文章啥物会有足紧。但我碰到写论文的时阵，我煞陷入一款人生足黑暗。逐工坐伫研究室，我拢知影要写啥，但是一个字拢写袂出来。后来我才知影，迄个叫做忧郁症。但迄个时阵，我家己祈祷讲这是要安怎，所以上帝，我感觉通过我的一个亲人，有一天敲电话甲我讲信任，我足久无看你，你有好？啊，伊是一个精神科的医师，我家己的这8兄哥，伊甲我讲，我听恁咧讲话的时阵，我知影你有真深的艰苦，你会当想一样代志，什么代志是人生上重要的代志？你无摕到学位，但是你若有保持好的身心状态，什么会较重要？有的物件你爱学晓放落来。你无写迄篇论文，对人生该产生什么效果？你嘛会当用抄的啊！哦，即摆毋是有啥物论文案无？讲起来会当用抄的啊！抄阁有技术呢。我若是要用抄的，我会当去找世界上新的论文，阁还袂送网的人拄啊发表的初稿，我来翻译就好。啊，得加一寡台湾的咧。哦，啊，佮甲引用好势，大概论文就过啊。我敢要做这款代志，但是我迄阵足艰苦的，我连这款想要抄的动机拢无的时阵，我的兄哥甲我讲，我是上帝面前祈祷，求你帮助我脱离这款足奇怪的黑暗。后来我所想的代志是广播社敲电话给我，会信任吼。啊，你足久无看，你是毋是？因为我小可迄阵有签半年咧写论文，啊半年到，你讲要转来吼，迄个时阵我怎啊包袱我款，我本来伫台北，怎啊搬转去吼，搬转来高雄，转去台南广播社，先调整家己的身心脚步，但迄个时阵行论文愈来愈远，但是这个代志就无细字有一天2011年的大概10月啊，2011年的我会记得是6月，有一天我和我的总编辑，即摆的社长彭兰玲牧师，佮有迄阵的社长陈友成牧师去食饭，中昼食饭，所撞到台南新学院迄个时阵吼，有一个迄个伫教务处咧办招生的暧昧节。啊，迄个拄啊是陈友成牧师较早伫万荣华教会会友，怎啊讲？要考新学院，哦，即毋知安怎，阮即2个我敬听牧长讲，即阿仁要考新学院，我头世人都毋捌想过这，结果阮这个社长讲你着去报名啦，你报看卖吼，若考会着较讲啊，你有可能考袂着嘛，吼，
啊，你嘛当做，我先来想，对，我来做一个专题吼。我迄阵足够写报道，迄个时阵我大概忧郁症来好去啊，因为生活正常，工作正常啦。我去考吼，我写一篇专题，新学院大概呢考啥？咱大学学测指考，毋是拢会解答无？啊，我家己来考看觅，我本来安尼想，我真正走去考啊，隔1个月考新学院。是行啊不行吼，后来我考着。啊，面试的时阵，我老师问讲你，你敢会来读？我讲吼，我伫新学院吼，会边啊教会广播社做代志，但是吼我工作还袂交接。我今年无法度来读，我至少爱等1、2年，因为我伊嘛互我录取落诶。我想讲，我就是亲像迄只驴啊，在迄个研究所我算落地啊。佫无法度马上来读，我真诚实讲，但是就录取后来我转去，我佫毋敢甲阮师大人讲，是阮妈妈有一工，我走转去台北，阮妈敲电话，迄个吼，我伫迄个教会公报看到李信仁的名，迄工是你，我讲是，阮妈妈目屎会流来，你若无甲我讲，你做牧师会互欺负啦。这要安怎？阮嘛毋知要安怎。阮妈妈佫敲电话去问，迄阵我伫义工教会聚会，第一任牧师。阮信任要考你啥，拢无甲我讲。牧师话伊着大人啊。拄则牧师有讲，迄个我阿伯李胜雄律师，张乐较敲电话，阮爸爸妈妈讲，阿仁要读新学院，这真好啦，恁甲支持上帝的祝福啦。后来我2012年的时阵转去考，我咧想吼，这个过程嘛真趣味啦。我嘛毋知影上帝是安怎会安尼用，但是至少伫我迄个时阵写翻咧忧郁症的时阵伊开一条真特别的路。但是我就是利用伫台大所读的一寡物件，重新去读新学院时阵，求主帮助我算佫真认真咧读啦。我一工读册大概16点钟，除了呢困以外，大概拢咧读册。感谢主福，伫台湾新学院遮个资源，互我真大个帮助。但是伫今仔日所读的圣经，咱来学习的是亲像真两个门徒，照耶稣的话讲啦。人问伊讲迄个什么话？这个驴啊，因照耶稣的话讲呢，我要看伊。照耶稣所指示的话讲，这是足勇敢的代志，主要用伊。你称呼主哦，你死啊你！伊会当做一个理由啊，这只驴啊我暂时要牵啊伊会当讲一堆理由，因直接传达上耶稣的话啊，这无简单，咱讲会使安尼传达。佮另外一点，什么物件是拔掉咱性命迄条绳啊？要去偷迄只驴啊，无遮简单呢。今仔日，台南新学院主任，你敢会当偷开你的卡网内底的100块献互上帝？虽然100块看会无啥，但是伫上帝内底真需要。真诶问一个代志，我性命的价值，就是我迄个时阵我讲的忧郁症、忧郁症迄段时间，我下7、8兄哥搞一个挑战，你性命内底上重要，你感觉你读台大足请赢吗？毋是即个代志啦，上重要，你着活了无好，你上重要，上帝爱互你啥物货？你至少身心灵、身体、心灵、灵魂啥物货 ？OK 啊，至少 OK 啊。该不错，还好安尼。但是你为着要争取迄个时阵，互你家己变做忧郁症，这是安怎？虽然我真肯定读册这个代志，但迄个时阵重新调整什么货？信用、信仰，咱追求的是什么货？偷开迄个拔开你的迄个驴仔的迄个，咱心内的即个物件。总是咱嘛学习伫马可福音，因为马可福音足重视耶稣的受难死过活。马可福音有16章，但是呢，最后的11章甲16章，就是伊用足大
遮的文字咧讲耶稣生命内底上艰苦的迄7天啦。伊嘛引带咱，因为有耶稣的受苦死过活，咱得到望，这就是福音，这就是来说明上帝的囝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起头，去呼应马可福音的第1章第10个话。伫今仔日，咱做伙仰望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向主同行苦路的时阵，望大家。咱心内有啥物会会艰苦艰难？也是求主帮助咱，咱受到真济代志的有限，权力的有限，钱财的有限，也是一寡有诶无有限。求主帮助咱，伫即礼拜内底至少有一个时间，通过咱教会所引的生命自由、心灵得到透放的即个文章，咱用一寡时间来读，也是就算无尽者祈祷，但是会使甲上帝讲啊。我足爱啉迄个珍珠奶茶无我一礼拜拢莫啉啦省大概70块藏的，将啉珍珠奶茶的即个时间来祈祷啦。这嘛是一个向上帝亲近向主同行苦路，但是主需要你我甲伊参与关心伫神学教育。感谢大英神学院，互我一心得到真大的安慰和透放，互我伫即间学校内底学习巴克的牧师，学习万英华校长，学习吴江辉牧师，学习建教牧师，学习建教的牧师的老师王宪弟牧师，也是我的指导教授王宗尧牧师引开的。向主同行，充满望，但是小可艰苦，但是我即马感觉真值得的路，咱同心来祈祷。主耶稣，感谢你，通过主你受人出卖、鞭挞、配水烂、审判。定时个死过我，互阮看到什么会，还是真正会听。恳求主帮助阮，伫长寿主日，阮少年主耶稣，你真无共款的一个形象。你是基督，你是君王，你是陪伴阮人生每一时刻的主。求主引带阮的脚步，特别伫长寿主日，要进入受难周的这礼拜。互阮心向主你同受苦，通过咱的教会聚会，通过有马文牧师来到咱的中间，通过咱的教会所备办的受难周来纪念主，你死过我的这个路程的内底，有圣神的同在，互阮每一个人定心伫主你的面前。徛条脚步，认罪悔改，行一条伫主内底真正幸福、分享福音、得到喜乐来做主的门徒的道路。阮的祈祷的拢是靠主耶稣基督性命。阿门。回应诗86首，威严君王骑驴进前。威严君王骑驴进前，百姓沿路出声欢迎，请起立吟全首。威严君王骑驴进前，百姓沿路出声欢迎。我叫菩萨破障清净，温柔求主对呀归去。为呀君王骑驴进前，天比主才拢是真天。这世界都开锁路径，可也是罪恶光明。
路真情，天顶天君化这情形，献出悲伤。君马前，地北在地阳光照下，你大一双，我有想要。为让君龙走路亲情，让你主宰，不是真情。他人求救的口音，在老酒亭坚强冠冕。兄弟姊妹，感谢主，互咱听到信任牧师甲咱讲中秋主日的信息，互咱要进入受难周，咱若搁读马可福音，我相信咱的确会无共款。听到伊的见证，互咱知影上帝念头赢过咱的念头，上帝道路搬过咱的道路。一句话讲，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相信上帝无爱保罗去永远做这个加马列的门徒，行这条路，受拣选来做外邦的使徒。我相信，正如信任牧师，上帝拣选你做伊的工人，的确有上帝美好的旨意。咱每一个人拢同款，咱的主要所顺服上帝的安排，甘愿行各他的道路。咱每一个人若欢喜甲主同行苦路，我相信也要同得荣光。咱若无失去过，就无免留。感谢上帝，互咱伫中秋主日，咱会当较侪时间来亲近主。咱嘛为着咱下晡的咱高北区的联合圣餐礼拜，后礼拜受难周所有的活动，咱过节节所有的庆祝。特别咱的地下室工程完成的感恩礼拜、福长的册拜，咱拢为因祈祷。咱若有相款的祈祷，为着这软弱的机体、三体祈祷，嘛为着有喜事的家庭，奉主的名祝福因。咱举起咱的双手，呼叫主啊三声，咱来祈祷。哦，主啊，主啊，主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祝福你的圣会来迎起中秋主日。主啊，就是阮进入受难周的做期，互阮少年主对阮的听甲牺牲，因为着阮的受苦。主啊，阮真正感谢你，阮是遐尼软正，阮是同做人，但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伊选择顺服上帝，为着伊的安排，为着阮来死于十字架顶，流出宝血来洗清阮的罪。互阮会当对罪捆绑得到头绑，得到自由。主啊，这就是你的疼，你的恩典。主耶稣，感谢你，感谢你，互阮每一人拢会当成做你的器躯。主啊，阮伫受难各我的节期，来搁一遍体会上帝你的疼。主耶稣，阮也特别关心到台南新人医的新学教育，望透过阮小小的奉献。那个如何互主用？主啊，主需要阮，主需要更较侪人欢喜献上台岛，献上金钱，献上阮的才能，互主使用。主啊，求你也好调，伫这个时代，更较侪人会当献身来成做你的工人，有人接受好的神学教育，成做主你所使用教会工人。最后说，阮感谢你，使阮伫受难各我的节期，透过做这庆祝活动，互阮甲主更较结连。最后说，感谢你，互阮的教会，阮已经伫
顶半冬原要报道的工作，互侪侪副长、幸福的工人受兴起、受车检，互主使用。主耶稣，阮也为着阮的地下室工程会当顺利完成，要献上感恩。求你赐福阮伫过节所有这礼拜活动，主啊，阮有软正的肢体，愿主你的医治到伫因，愿你的扶持帮衬，你保卫权能，互因会当对病痛得到医好。主啊，阮特别少年秀琴姊妹受主警调，伫3月30日举行追思告别礼拜，愿你安慰祝。互阮会当甲欢喜的人送甲欢喜，也甲哀伤的人送甲哀伤。主啊，求你赐福阮中间有生查某囝配钱甲资源，求你拢赐福。感谢你，感谢你，听阮的祈祷，亏啊所的名。请坐，请即时进前收奉献。请咱会当用这个奉献录啊，特别为了台南市人伊来奉献。请咱起立吟奉献的诗。小事阮丰富的天父，万物拢对你遐来，阮甲对你遐得到的献互你，尽阮的心思、力量，奉献金钱，愿你看顾教会，用伫个逐项的事工甲福音的宣扬，荣耀你的尊名，互众人拢得到利益，复兴教会。我嘛恳求你祝福男神，拢互因有教养的稳定甲福足，永远拢无欠缺，搁超过因所求所想。我咱来祈祷是奉耶稣的圣名求，阿门。祝福车恳。我当以遵守你该命，我的我中最高定，对罪作是人啊，真是我人生变罪人啊。祝祷。咱拢是受着主对四个我恩惠、有信心、同在、有福气的人。伫章求主这受难周的开始，咱行主当行是一家的路，主是一家的稳定，定是一家的死。虽然有疼，但是有个我的愿望，行咱每一个人三个地地。特别行咱面临苦难，心内忧伤，身体痛痛，亲人失信，生理失败，
读册无顺序、婚姻家庭等的问题的人同在，因为主伫世界顶，让咱当受苦，替咱流目屎，要赢治各我的愿望。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顶上帝会听透，圣神保惠师的同在，圣神的贵咱和咱三个地地，对即时甲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祷，闭会。